继续要来关心，同款嘛是有无同的气味。这对中华少年的翁仔某无意跋倒捡钱时，伫咧散步时听到莺歌大声喊得奖，决定买一张刮刮乐来试看卖手气。无想到讲真是真好运，考到100万，互两个人欢喜甲。中奖！你好，得奖，搁听一摆。中华一对少年翁仔某伫咧散步的路顶，就是听到即只莺歌来理发得奖，决定要买刮刮乐来试看卖。无想到真好运，刮到100万。想我好啊，你若中奖，无过礼拜搁撸2张啊，安尼买2张。莫讲要1号，1号就等于真正100万啦。头家真欢喜，切恁个来咧饲鸟啊，期待伊会当搁再开金喙来讲一声得奖，要来声人客。当时迄对翁仔某就看到即只莺歌，一直真激动咧对因讲：你好，你好，得奖，得奖！心内想讲来过遮尔侪摆，拢无听过伊咧讲话，真罕咧听到，所以就行入去店内底，经几张2000块的刮刮乐，刮到一寡小奖了后，拍算离开啊。搁听到即只莺歌讲得奖，得奖，所以因决定搁买2张来试看卖。隔工真神秘来咧兑奖，得100万。人客听到讲中奖，足欢喜的，拢会加买。今天进来，你有没有听到鹦鹉在叫中奖？等一下，我要中奖。菜馆行的人客拢趁这个好运气，希望财神爷嘛会当来照顾。这嘛是台菜杀出来的2000万超级红包刮刮乐，顶礼拜就刮出一个3奖100万，搁再度来传出好消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